起来，起来！这是顺天府的岳师爷，有话跟你们说。给他们解开。下去吧。这。谁指使你们干的？到这个时候还不说，傻不傻？这是杀死你们兄弟的那把匕首，是从他身上拔下来的。看看，认识吗？想给你们兄弟报仇吗？想的话，咱们做个交易。说，快点，快点！看没有？那边看看，快！这不是，那边，这是，这没有。 这就是八爷九府。到周围看看，知会附近的村镇地堡，告诉他们，从现在开始，周围2里地之内。 不许让闲杂人等靠近。是，走。老爷，你看这样可以吗？都准备的差不多了。 老爷，顺天府来人问，出城扫墓的日子是不是已经定了？什么事？他们说二位爷是奉旨扫墓，不可怠慢，沿途的官道驿所都要关照的。哟，还算懂事儿。告诉他们，明天日子不错，是个吉日。是。那边都安排好了。明天是个吉日，他们要出城扫墓。我这是干什么呢？你还有些于心不忍。不管怎么样，他们毕竟杀了人，干了伤天害理的事。我想的不是这个。这锅烂下水煮到这个时候。 已经屁味都没有了。四爷英明啊，他就知道这是一锅搅不清的烂下水，所以才留下几个像您这样的人，帮着新主子把锅刷干净，这不就用上了？差不多了，真的差不多了。把这件事办完，也算对得起四爷了。完事之后，我说什么也要走人。
之千里。传位遗诏上的一字之别，就形同天壤。那边是帝王陵寝，这里是2座孤坟。成者王侯，败者贼，千古不移啊！你说，我们阿玛如果能够活到今天，会怎么样？会不会乐天知命，心平气和了？纵然他们能心平气和，我也不会心平气和的。康熙那个老头子真是瞎了眼。那个冷面王暴君雍正，我没能亲手杀了他，真是天大的憾事。小声点吧，别忘了我们是领了恩典的。什么狗屁恩典？你以为我稀罕领这个情吗？难道那个弘历是个好东西吗？哼，恩典，他那是怕夜里做噩梦，是怕冤魂怨鬼找上门来算账。你们也知道冤魂怨鬼是谁？你们还活着？我还没娶媳妇呢，阎王爷没要，说我太素了。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？伺候二位爷上坟呐，这荒山野地的，出来个鬼怎么办？官府缉拿正解，你们还是快走吧。俗话说呀，请神容易送神难，说让走就走，连顿饭也不管。你们想干什么？猜猜，说吧，你们想怎么样？我说了，猜猜。开价吧，想要多少钱？当年我爹领我出道的时候啊，就跟我说过，钱是个好玩的东西，可也不能太信他。这些日子手头一紧，就把他老人家的话给忘了。结果呢，今后我可得长点记性。说句痛快话，到底想要什么？我想要回我兄弟的命，你能给吗？我们是换铁过命的兄弟，那是桃园3结义，不比钱金贵啊！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这个你们总认识吧？这是从我兄弟身上拔出来的。都说我狠，看来比我更狠的大有人在。听说巡防衙门大牢里还死了2个，那可是替死鬼。你们去跟阎王报道的时候，别忘了跟他老人家捎个话，这笔账可别记在我们头上。你们谁派你们来的？接着猜，打死你们也是好石头。
都在这儿呢，验明正身吧。这是给你们的盘缠。前面有座桥，过了桥，就不是巡防衙门的管辖范围。只要到了河东，你们哥俩就没事了。你想说什么？谁让你这么干的？是皇上，对吗？李大人，然后你那顶子用不了这么多血。今年的和煦还是来了。皇上，李卫的差事已经办妥了。哦，他是怎么报上来的？祭扫途中，正欲用定和和煦，山洪改道，2位妃子不慎落水身亡。自作孽，不可活。
臣已经知会宗人府，按意外身亡办理。传旨，他们2个人的后事一律依照贝子规制入记。赐娥皇杖，赏陀罗金贝，着礼部派人到八爷九爷府代朕赐殿。还有，你去见见李卫吧。皇上想有所赏赐。多亏有这么个人，虽然心眼儿用的多了点儿，可是毕竟是先帝用出来的，倒也算是个治乱之臣。你倒是个好心眼儿，还帮着他说好话。能这么办差的，臣还真的没见过。天子富有四海，赏赐还不容易。告诉他，差事办得不错，朕心甚慰。至于赏赐，等事情办完了，自然会有的。还没完吗？还没有，还有那个成亲王，更令朕齿寒。是啊，成亲王一旁观火，居心实在有些阴暗。这是萧墙之祸，这是天家不幸。他恨不得眼看着朕翻身落马，摔个灰头土脸的。皇上要处置他。这种人还能留？养庸遗患。他不同那2个贝子，动起来会不会惊动太大？还是让李卫去办，他是知情的。告诉李卫，朕准他便宜行事，该抄家的可以抄家。给我找出几条像样的罪名。落水而死。落水而死，这也太巧了。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！好一个人君，狠呐！比他阿玛那是一点儿都不差呀！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有廷谕。什么廷谕？皇上亲旨。礼部派员到2位贝子府赐祭，赏娥皇杖子，赐陀罗金贝。厉害，滴水不漏啊！我真是小看他了。还有，内务府奉旨，请王爷届时去贝子府，主持丧葬事宜。中堂的意思是。让永定河再发一次水，接着把成亲王淹死，对吗？右介，你这个怎么说呢？这第一，这不是我的意思。第二，只是让你查出一些像样的罪名。这第一，有罪就是有罪，没罪就是没罪，没罪不能说成有罪。这第二，既然犯了罪，就得有个像样的罪名吧？哎，右介，你怎么？哎，实话实说吧。这是圣上的原话。哦，我唐突了，可是我还是不明白。哎，别着急。慢慢喝，喝完了慢慢说啊。这么说吧，这个案子，成亲王居心阴险，其心可诛。哎，诛就诛吧，谁能拦得住皇上呢？不是得要个罪名吗？啊，就是说，没有实实在在的罪名，又想诛，对吧？右介，话说的不要太尖刻。通过前面的案子，圣上对你欣赏有加，成亲王一事，且许你便宜行事，这既是恩典，
更有贴心托付之意啊。哦，是这么回事，那我应该谢恩喽。对，当然要谢恩。这件事办好了，会让你……如果办不好呢？凭你有借这份天资，这点事儿算得了什么？3叩9拜都过去了，最后这一哆嗦，我想不至于难倒你吧。礼部奉旨，明前赐祭。再过几天就是老佛爷的万寿节，今年的菊花呀又添了许多新花样，为的就是给老佛爷您添喜庆的。听说呀，老佛爷最喜欢太湖石，两江衙门找到了一块上好的太湖石，说是有2000多斤重，是个宝物，已经恩准起运了。老佛爷，您不舒服啊？冤孽呀！老八、老九他们算是无后了。老佛爷，您就别老想着这件事了。水火无情，谁让他们赶上了呢？可不嘛，谁能知道，偏偏那个时候永定河涨水了呢？涨水，哎，是涨水呀。这便衣行事啊，就是让您把罪名往大了做。越大越好，最好是个能赐死的罪名，最后再恩字上书，罪减1等。老套路，我当然明白。这回呀，您这恶人可是坐定了。说什么开始喜欢我？这皇上老子喜欢人都他娘的跟别人不一样啊！姐夫，这可是一份能讨大好的便宜差事，多少人做梦想讨都讨不到呢。30岁的我也许还稀罕，现在啊，谁爱玩谁玩去，我是不想赔了。哦，你跟家里上下打个招呼，该收拾的收拾收拾，没结的账赶紧去结了。干什么？回家种地去。您真要把差事辞了？哎，行，这硬邦邦的去推差事，我找倒霉啊我。哎，那怎么说？说您回家种地啊？哎，把这行头一拖，不就回家了吗？上次您辞，圣上就没准。这次刚委了重任，怎么可能让您辞呢？哎，你又实在了不是？哎。我办的事儿招人喜欢呢，人家不让我辞；我要是办的事不招人喜欢，还用得着我辞吗？哎，上一次是我辞他不行，这次我让他辞我不就行了吗？啊！哎呀，他辞你？
什么？看看，看看。我来看看，王爷在您这2个侄子面前都说了些什么。这可不是你胡闹的地方。我这个人呐，正经的时候不多。你太放肆了！实话告诉你，我是奉旨来见您的。王爷，认识这个吗？这是什么呀？这是？这东西啊，您见过，还用得着我再往明里点吗？不管是皇上也好，还是那2个死了的贝子爷也好，这按辈分说呢，都是您的亲侄子。您真喜欢看这个掐那个，那个咬这个的？您大宅大院的住着，山珍海味的吃着，还不知足？你抖这机灵干什么？自己陷进去了吧？就你那点手脚，3下2下的，还不就抖了出来了？谁也没瞒过去。你究竟要怎么样？不瞒您说，我是奉了旨，便宜行事，专门来给您定罪来了。你想干什么？你想怎么样？是抄家，是圈禁，还是……我这也正犯愁呢，所以才来找您商量商量。你还和我商量？我要是顺着圣上的意思，随便找个由头参你个什么罪名，其实也不难。我就是参你谋反，你也得干认着，是不是？可是怎么说呢？你有儿子吧？儿子？你看见没有？事情过去这么多年，这还杀来杀去的，我犯得着临了再找上个仇家吗？说不定哪一天呐，您那儿子像这2位似的，找个什么武林高手，再把我大卸8块，然后呢，我的儿子再想尽办法把您的儿子推到河里去，那就真的没完没了了。不，绝对不会，绝对，我敢对天发誓。行，你坐下，坐。哎呀，我见得多了，每个人都指天画地的，有几个是真的？哎，我说到哪儿了？李大人的意思是不忍心再见血了。对，可是我要不把您参了，我过不去呀。在下的身家性命全在于李大人一念之间，但求李大人想个办法成全一二。日后啊，我就……哎，我不图日后，我也不是心疼您，我得替我自己想想。哎呀，给您定个什么罪名，不让你儿子日后找上门来，又能让我在上面好交差，您看怎么样？大人是救命的菩萨，救命的菩萨。您怎么说怎么是。好，这样吧，我呢也不想费劲查。您把您干过的坏事都说说，咱们找那个不轻不重的，挑个1、2件出来。您争取对付过去，我也争取对付过去。你省事儿，我也省事儿，您看怎么样？听您的，听您的，全听您的。哎，早干嘛去了？行了，交代交代吧。您请。这些是吉林、奉天2地刚刚送来的太后万寿节的献礼，请中堂过目。一定要保管好，等各地的贺礼到齐了，一起送进去。那恐怕得上百辆车。没关系，皇上要特别辟出一间偏殿，为太后准备一个万珍堂，让老人家高兴一下嘛。明白。
哦，对了，江苏那边说找到了一块太湖石，送到了没有？那块石头太沉，好几千斤，走运河吃水太浅，改走海运，还得等几天。要照顾好。太后那天还专门过问了。是，听说是江苏的海运都司亲自押船过来，您放心就是了。哎，不得了了，船沉了！啊，那船沉了！船沉了！让开！大爷，您找我？走开！哎，这位官爷有什么事啊？都司呢？沙都司呢？他在上访。哎，官爷，沙都司有话，不让人打扰啊。出事儿了！出事了！咱们运太湖石的船跑了锚，触礁沉了，还淹死了2个兄弟。大人，您醒醒！大人，别走嘛！怎么样？要不给您念念？用的哪条罪名啊？为门人托请，受贿200两那条。差不多。呀呀，个呸的，便宜那老小子了。嗯。哎，我们什么时候递上去啊？是不是得找个皇上高兴的时候？你错了，得找一个他不高兴的时候。您行个方便，这是我家老爷给沙大人叫的几个菜。好，不过你们来晚了，早有人送过来，都快吃完了，下顿吧。我这还是紧赶慢赶的。哪个饭庄子的？东升楼的。山东菜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里边那位沙大人听说爱吃川菜，告诉你们老爷，下次送川菜。好，送川菜。嗯。走。哟，大人，哎，您看，新个汤水，这是我们家老爷给沙大人送的，说是怕里边床板太硬，硌得慌，小意思一点。行啊。进去吧，啊，进去吧。什么？船翻了？那太湖石呢？沉了。怎么搞的？太后昨天又问过，那个都司在大沽口码头喝醉了酒，没在船上。听说还淹死了人。混账！太湖石掉海里了！太湖石掉海里了！哎，外边都嚷嚷开了，这可是给太后的寿礼呀！谁说不是呢？这内廷还专门来过单子，要顺天直隶各衙门沿途照顾着呢。有毛病！弄块什么石头担子，大老远的拉来？哎，那可是太湖石。而且听说啊，皇上已经大怒了。那个押运的都司已经送刑部衙门了。哎呀，太什么事，它也是石头，上面也长不出大米来。哎，你刚才说皇上大怒了啊？皇上是很孝顺的，当然会大怒了。好，好啊，把咱承亲王的折子送上去。现在呀？嗯，要的就是这个时候。奴才叩见皇上。太后呢？在小佛堂诵经。早膳用的怎么样？不多。太后一直念叨什么？说是石头没了，算是无福消受，可还为这个死了人，就是自己的罪孽了，发愿要诵10遍往生咒。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主子，主子，什么事？李卫的折子是承亲王的事。
这个李卫，这干的是哪家差事？查了半天，就报上来这么个东西，搞什么名堂？这些人个个尸位素餐，不堪重用，运块太湖石帆船沉海，参个罪名也敷衍了事。让凤凰你旨，那个李卫的顺天府尹也不用干了，马上给我开缺回籍，轰回老家种地去。这。 老爷，您这是干嘛？做根鱼竿。你怎么想起钓鱼来了？哎呀，无官一身轻，还不去钓鱼啊？可是还没旨意罢您的官呢。放心吧，等不了几天了。哦。老爷，别打着，别打着！老爷，您这鱼竿也太粗太长了吧？我看人家那鱼竿比这细多了，短多了。你懂什么？遇到大鱼怎么办？这再大的鱼也用不着这么长、这么粗的杆子啊！您这杆子能拉上一头牛来呀！就是，是吗？哎，接着。老爷。 回太后，皇上怎么了？皇上发火了，说是让谁回家种地去。让谁回家种地去啊？没听清。开缺回籍，没革职拿问，那就不错了。皇上的怒气可大了。就是因为参成亲王的事。是，我看皇上那一肚子火。 可是一直憋着呢。我知道了。好，我先告退。哟，鄂中堂，来人。中堂大人，什么事？被叫去顺天府。这鄂中堂，怎么？你要出去？ 鄂中堂有事，我听说有块什么太湖石沉了。对，在大沽口那边。你下令抓人了？那个押运的都司喝酒误事。怎么了？啊，河道总督涂江给我来信，说是想保一保那个犯事的都司，叫什么来着？沙俊普。 对，就是这个名字。皇上近来不顺心的事挺多的，我劝您先不要开这个口为好。又是谁惹你生气了？您看看，我让李卫办成亲王的案子，他参的什么？为一个门人托个什么道台的缺？ 向户部衙门行贿200两银子，这算什么罪名啊？就因为这个，你让他回家种地去？这种人还有什么用？你们先下去吧。对成亲王。 你心里是怎么打算的？此人居心险恶，他早就知道了那2个被子的事，可不仅不告诉我，反而煽风点火，看朕的笑话。如此居心的人，儿子留他何用啊？你让李卫去抄成亲王的家了。我准他便宜行事，参出几条像样的罪名来，不堪重用也则罢了。 居然绕到我头上来了，敷衍了事。这朕的王命于何地？哪还有一点为臣的本分？说完了吗？坐下吧，消消气儿。
就凭这份折子，你应该赏他。这个李卫，以前我只知道他猴里猴气的，没想到真到了警官劫要的时候，他还能有这副菩萨心肠。这不是他做好人的时候。你错了，这是他为你圆了一份功德。八爷、九爷的2个儿子已经都没了，这忠义可以传家，恩怨不能传代。成亲王也好，什么亲王也好，招你不高兴，唾沫一下也就行了，可不能再大动干戈。这个李卫懂事，他虽然不念佛，可是他懂得结束，懂得慈悲为怀。他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个意思。你不是要当个人君吗？在不顺心的时候拿出气量来，才是人君。这个道理，连李卫这么一个要饭出身的奴才都悟出来了，你还不如他吗？这个李卫给你做了个台阶，我看着高矮还合适。要我说呀，有个台阶就下吧。儿子明白了。老爷请。啊，这是在干什么？哎，我们收拾家当你喝着。老爷说准备回老家了。放那边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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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们那个大包拿过来，放那个柜子里。哎，姐，中堂是不是来传旨的？你知道了？不知道，知道什么？中堂，请上座，上茶。哎，茶就不喝了，我来你这儿是擅作主张。关门。出什么事了？右介呀，你这差事怎么办成这样？差事怎么了？哎，皇上让你便宜行事，这里头的轻重利害，你比我清楚啊！怎么就参出个不疼不痒的东西来呢？有1就是1，有2就是2，我能查出的就这些东西了。哎，给太后运来的太湖石帆船沉了海，皇上正在气头上，一看见你的折子，顿时恼得不成。他说要罢你的官，让你回家种地去。